乡亲好，欢迎收看全民台会，我是王小琪。我哋下系到鹿港种花嘅鹿港，大家看到我后背了安江，还有螺丝梅嘅闪闪国王庙。大家就会知道讲，鹿港唔单止系好容易，路跳白啊，因为行业道路度了大部亏欠，所以将保留呢安稳正嘅分交。中华人政府了下动手牵都该推动鹿港国家历史风景区，总预算有60亿元安度，对希望了个笨蛋都跳过都动入文化观光发展基础嘅小金，重新过来好好规划，好好打造，希望本期有很较好嘅未来。看到呢片呢，有大家路个，也有世界路个，都该新嘅修红嘅入了哦。其实鹿港呢，路跳白啊，都系了个动到路个素材系跳河推翻，就动到鹿场、鹿冲啊哈。其实呢，你下进攻所都推出来上嘅，老了个鹿个签准类，日本大家看到了个鹿港南白嘅新风花，用我唱那条本单又个鼓做起来。今日村民台会都来到鹿港，你等下都影片去到现场，听大家嘅意见。开会了！欢迎大家听恁讲条来到了安江可以讲嘅环境哦。我哋下呢系到中法嘅鹿港，大家看到我后背了安江嘅所在呢，是在鹿港的文开书院，到今年有190年的历史了哦。到了古色古香嘅环境之中，找到咧提供嘅主要嘅参与讨论嘅议，还有采啲嘅乡亲共下关心嘅议题哦。提现呢为大家少嘅来宾，第一位来宾我们介绍是彰化县政府城关处的处长田飞鹏，田处长好。各位观众、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政府城市暨观光发展处处长田飞鹏。欢迎处长，请坐。第二位来宾呢，我们介绍的是彰化县文化局的局长陈文彬，陈局长好。大家好，我是彰化文化局长陈文彬。欢迎局长来，局长也系因你个客家细咯哦，所以机会讲客话，佢也系动入名嘅透然。第三位来宾是好介系彰师大的地理系教授曾宇良，曾老师好。大家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师范大学地理系曾宇良。欢迎老师来。老师呢，对休闲、对观光、对产业都有一定的见解，待会好好来请教他。第四位的学者专家呢，我们介绍是中野顾问公司的代表郭中端，郭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中野环境造型顾问有限公司的代表郭中端。欢迎老师来，老师研究鹿港30年了哦，待会当然要请教他的专业意见。当然，我们在地现场的鹿港乡亲有年轻朋友，也有在地人哈，大家都在这边耕耘很久了。你们好，大家早安。鹿港的国家历史风景区，现在呢，这个一般的说法是说，它的预算已经对外争取到60亿之谱。我们知道，在小英总统上任之后，积极推出了我们客家庄的浪漫台三线，整个廊带的这个文化打造，目前的这个经费也不到10亿元。那你说60亿，其实我们的公托的公共政策化。也是60亿，所以这样一笔很大的预算能够添加在我们的鹿港小镇，究竟它的整个方向是如何，内容又是如何？妈大人很可爱，因为你会拉一脚的啦。这班由马吉乡的基地梅花鹿，顺丰嘅thanh年嘅去協商做建議。今年鹿港東路規劃大圖，政公所安排嘅擺好為6張梅花鹿，頭幾擺喺鹿港藝術村嘅一個草坪上，同大家見面，行過互通。借由这次的小鹿能再促進我們鹿港更多遊客來到我們鹿港，因為鹿港我們現在推廣觀光推廣得非常的好，我相信不久的鹿港會成為中部最熱鬧的一個地方。鹿港政公所用梅花鹿來打造地方嘅觀光工業。南匯總行建中為民國行下出現嘅傳統來成立鹿港國家歷史風景區，希望用鹿港小鎮嘅歷史文化內涵來帶動地方嘅觀光發展。我們要把這個舊鹿港溪能重新整治。舊鹿港溪打造以前的舊的歷史現場再現，我們要投資6億。
然后我们要转运站投资3亿，鹿港的客运的转运站投资3亿，要盖10层楼的饭店。鹿港国家历史风景区对政治地方方当初要为河坝丘鹿港海内出发，希望在个呈现出其头摆嘅方法，唔好在个喺居民印象当中又恶做又粗胖胖嘅准叫，未得到地方嘅认同。整理好，规个鹿港嘅水准生活提高，是为怎样？因为伊两边一定会设施步道，但是有人真侪人会来行，人会来运动。来出力。南岸县长魏明公还讲，亚红计划已经得到行政院的支持，2年拨有60亿元的经费。长期目标是希望用鹿港来做中心，带动规个中华地区的发展。只不过对鹿港也嘅小镇，在传统亚红从太阳计划过后，会有样嘅变化。小镇的文化风貌、韩国观光发展，有按样嘅古道呢？刚刚我们看到影片哦，鹿港不止这个文化古迹多，还有它的人文活动，到今天为止仍然保存的相当丰富。当然也是这个小镇、这个小城的文化之所以精彩的一个原因哦。那我们也看到刚刚讲到的半边景哦，其实也是鹿港人你好我也好的生活哲学哈。今天的论坛也许就在凸显这样一个精神价值。那刚刚我们也好奇啊，这么大笔的一个预算，在针对营造我们的鹿港小镇，将来会有更好的，可以更牵动整个台湾的这样文化发展，是不是有正面的贡献？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计划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跟观众做个介绍哈。这个鹿港的国家历史风景区，其实在台湾呢还有一个国家历史风景区，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就在台南的安平港。早期的港就是重要的商埠所在地，所以发展到现在当然也是个重心。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高度的这个地方，当然就会变成是一个亮点。那这一次的计划呢，总预算的经费现在规划到60亿，当然分阶段、分预算、分步骤慢慢去做。其中它整个大的方向是这样的哦，以文化为体，着重在鹿港的文化出发。观光为用，希望在活化的这个部分可以带动整个休闲产业，再来再现鹿港的风华。3大部分的这个计划要来走。第一个呢是鹿港溪的水池还有环境改善的工程。大家都会说，我们鹿港明明看起来都只有陆地，哪里是个海港？那当然，早期在清朝的时候，因为它的时候是接近海边，那后来这个泥土呢就不断的淤积，所以陆地的面积也一直增加，所以我们鹿港现在感觉像变内陆了哈。所以这一条很重要的这个老溪鹿港溪，它的水质能够被治理好，就变成一个重点。再来第二个呢，名字也很好听，既然是个港口，叫千帆入港的再造鹿港历史现场。既然是再造，可以想得出来是针对既有的文化资产来做一番整理。那再接下来还有陆续的相关配套，交通也很重要，其他配套计划也很重要。再透过下一张图，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处长来好好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么庞大的一个计划，如果我们要着手去了解，到底会怎么做？我们先看到这个空拍图哦。这密密麻麻的市区，其实就是我们鹿港的这个空照图。看到这个有上黄色颜色的区块呢，原则上分北门户跟南门户，这整个是个鹿港。我先请教处长。是的，其实鹿港国家历史风景区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层面的东西。那整个看到中间这个历史街区，这是我们台湾第一个用都市计划手法，也是法律强制性的把鹿港的古迹保存下来一个地区。那这个很早了。那这个街区里面，其实就这一次我们文化局提出来最重要，整个计划的精神都会放在这边。那其实这一块来讲，我们并不是要在这边盖什么重大的一个硬体建设，不是做大兴土木的动作，而是要试着把过去很多历史传承下来，包括我们的传统工艺，包括我们的戏曲，包括我们的多阵头、我们庙会活动等等这些文化活动。在这个地方再把它找回来。那我们所谓的里道呢，其实是将来让民众用步行的方式，可以很友善、很轻松的在这个地方去探索我们的历史的一个里道。那这个是最主要的核心地带。处长，其实我们讲到说历史街区的再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国家历史风景区要打造的一个标的。不过，怎么跟鹿港溪的治理有关系啊？是的，鹿港其实一定跟水有关系。所以早期的鹿港其实是靠着我们的旧港溪，大船在外面把货运整个这样运进来。所以当初本来应该是以旧港溪为发展重点，但是整个时代的变迁，河运不见了，变成陆运，所以通通移到中山路来。那鹿港溪、旧港溪，我们讲的古冈高这个地方，因为过去
它没有太受到重视，那整个河川治理都有一些问题，所以变成说污水在这边生活废水直接排进来。各位大家现在去看，旁边很漂亮，可是它的水是脏的，所以这一次为什么最重要，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计划，是希望把母亲河找回来。既然是母亲河，那为什么在过去那么多年来都没有整治，只能等到今年有这样的一个文化预算支持的时候才有办法做了？是的，台湾过去其实在河川治理上有一个盲点，就是重视安全。但是不重视景观，也不重视我们的生活面。过去人类为什么跟着河川走？就是我们需要水，需要水之后，可是我们的过去不重视它。我在这边生活之后，把所有脏乱通通挤到我的河川去，导致这个恶性循环。最后有洪患来，通通做三面光的道路，那这个水沟。所以这一次我们提出这个案子，其实行政院这边非常支持，所以这个是将来我们这个计划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硬体建设的部分，也是会最前期要做的哈。所以初步听到这边，我们知道说这么大的一个计划，下面的几计划里面呢，治水哈，周边重要的母亲之河鹿港溪把它整治好，其实当然就影响的整体。再来呢，整个鹿港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门户概念，以前是不是重北轻南，还是说在游客的分布上本来就有这样子此强彼弱的情况之下，接着也要来后续的打造？我们听到是2大方针。那我也请问一下郭老师，这次顾问公司来协助规划哈，你怎么看待这一次争取到这样子大的计划哈？那你觉得计划这个方向在协助拟定就很重要了哦？那你觉得什么价值是首先要提出来要被先确立的？我觉得鹿港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在台湾的中部。以往我们都一直在说跟对岸的漳州、泉州，可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到台湾最早的一个独立王国大肚王国的地址也在中部，然后在这个附近还有很多。包括荷兰时代的记录，它很多鹿皮的进出的买卖，其实都在鹿港附近。也就是说，平埔族在这里经营，并不只是400年前大肚王国更早。也就是说，台湾的很多不见正史的历史，其实在我们的鹿港都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并不只是考虑到鹿港中心地区。等于说整个彰化地区扩张了，对，还包括我们台中整个中部的历史。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鹿港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国家历史风景区。那鹿港是它的核心，也是我们的蛋黄。旁边的蛋白其实应该说整个北彰化，甚至整个台湾的中部。谢谢郭老师的说明哦。像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这样的计划的打造，整个鹿港的将来再造的那个位阶都要再拉高哦。那我们一直都讲到说，鹿港哈。一般台铁公司咧都下强到，可能係喉咙音大邊嘅所在。其實你鹿港到那個客家文化嘅冉沒挺也很深哈。其實鹿港呢，在彰化算起來就有38間的三山國王廟，三山國王廟，你台鐵也地，係你鄉音老祖公跳白大邊嘅西街。算是一个信仰的这个代表之一啦。现场也来到在地的耆老温老师，温老师你好。你是我们在地土生土长鹿港前辈哈，今天我们很好奇哈，大家来到鹿港开讲，其实鹿港的文化之丰富已经不可言喻了哈。不过其实也是我们客家渊源很早期就发展的一个历史，对吗？因为鹿港有这个南靖宫跟三山国王庙，鹿港这个地名，早期台湾的西海岸，很多船只经过，看到这个地方很多那个。迷路成群，在跑来跑去，真的有很多路大家就跟他定名说是鹿港。所以说民政时期就有很多那个对岸，由泉州、汉江到鹿港最近。刚刚郭老师讲的，对。对，而且呢，在清中末期，那个时期大量涌进了闽南人、客家人，来到鹿港。到了漳泉械斗的时候，很多客家人。怎么样呢？打不赢就走了。他看到他们在打斗，他就离开了鹿港。而且呢，鹿港这个地方还有它的很多特色，就是留下了几个那个村庄。他们都是姓古的、姓罗的、姓刘的，人鹿港人就咧讲客家厝。那个时候的时候，
客家人住的村庄。非常感谢问线上去挑好改少改。我先问题就要请教我们的曾老师了哈。老师刚刚呼应梁处长还有郭老师提到。这一次的计划看起来这么大手笔，并不打算随便的就把它做过去，希望更细致一点。那我们现在听到了一个重点，是要把它层级拉高，不只是着眼在打造鹿港的亮点之外，提升到周边还有蛋黄跟蛋白区耶。所以你觉得这个整体的打造有什么样的重点？这个风景区它强调是生活的空间，那又要发展观光。可是呢，我们想说，鹿港这边其实古迹保存区，我们游客来住这个地方，它其实不缺的是观光客，那缺乏是什么？就是文化的一个深度之旅。所以反而可以借用这一次的机会呢，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文化观光的一个着眼点。那到底我们在鹿港停留下来的这个时间，还有我们可以看的是什么？会不会因为这个历史风景区的成立有所改变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关心的一个问题。那特别是在未来的这个国际观光客部分，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比如说，我们现在台中市跟彰化县、南投县强调中彰投区域共治这样的概念，那刚好呢，台中市有一个清源岗机场，那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也吸引国际观光客？因为在台湾的话，没有人不知道鹿港，可是它的国际的曝光率怎么样呢？其实这个是后续我们做永续观光必须强调一个面向，你必须要有这个大的格局，以鹿港、中台湾为中心，那由鹿港去带动我们彰化县的观光，甚至串联中彰投，那让它观光的品质会更好。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既然要把这个计划的内容做得更绵密，才有这个竞争力来吸引更多人。这个问题我要请教我们的陈局长，陈局长对这个议题也了解很深。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图里面啊。在这整个打造计划里面，南门户是除了鹿港溪的再现之外的第二重点计划，它是更与文化取向。那大家也知道，文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还有它包含着生活的内容，还有包含一些实物面。所以你说要来打造文化，听起来是很空洞，做起来是很辛苦啊。所以我就看到像这样子所谓再造鹿港的历史现场，我先请教局长，到底这样子一个整体的计划。在文化面，这种文化是造人的东西，文化也是很绵密的东西。到底可以透过怎么样子的一个政策手段，或者说你们的工具会怎么样来做这些呢？鹿港国家历史风景区也好，或者是再造历史现场也好，我认为那个就是一个名词的框架哈。但是在这名词的框架底下，它就是有预算要进来，就是要做事嘛哈。但是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的本质上面来谈。因为我觉得其实文化为主嘛，哈，所以其实还是要回归到鹿港人在地的生活面为主。那特别是我们在讨论的这个鹿港南门户计划哈，其实当然是相较于北门户计划。从早期80年代的这个城乡新风貌的硬体建设，这20几年来，我们重新来反省这样子的一个硬体建设对地方上的人们的造成的这个影响是什么？说有好处也有坏处的。是，当然一定都会有的啊，各种建设进来一定都有利有弊嘛。站在彰化县文化局的立场，当然就认为。内在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再造最重要，因为在这20几年来，其实鹿港的确是变得非常的热闹，但是这个非常热闹的状况，我们也看到它形成了很多文化的单一化。比如说，像你现在到五福大街，就是所谓的中山路上面去看，以前老街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美食糕饼店、各家师傅的这个传统技艺。但你现在去看，发现很多都是这个泡沫红茶、7-Eleven 这些，完全是现代化而且方便化，跟现在对现代化方便化。但因为这样的现代化方便化，它会把老师傅、老技艺往里面推，然后呢，让这些商业化的这个单一化的这一些通通都跑到前面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希望这个南门户计划能够回复到。早期鹿港人的生活，大家来到这边，它可以慢活，因为鹿港的房子，它是我们鹿港人讲船头行啦，哈，船头行，就是说前面跟后面都可以做生意，前面是店面，
后面为什么叫船头行？因为水嘛，水运输从后面进来，所以呢货从后面卸货，卸货下来，所以鹿港的房子它是长条街屋，对，它是长条街屋的。它跟客家的房子、跟传统农村的房子不一样，它不是合院型的，不是佛房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精神架构底下，其实我们应该是把人们在这样的环境空间生活的那一种历史底蕴、人文底蕴重新再找回来，因为这样的底蕴里面就蕴含了很多，包括传统工艺，包括南管。那包括这些点心茶点，那因为它是一座贸易城市嘛，它是一个移民城市的代表，所以它才有办法发展出这么精细的这一些艺术作品出来。那我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脉络，把这样的一个生活重新再找回来。谢谢。我们听到来自于文化局是在这个文化计划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审视跟探讨哈。其实我们到了地方来采访哈，地方上其实有另外一种声音，有提出说所谓的一桶水理论。今天的这个60亿这么大的一笔预算，就好像一桶水哈，要往哪里泼、往哪里倒是最快的呢？往大坑东去倒。治水计划它是直接就可以倒，马上有很好做的一件事情。南门户呢也是一样，它就是一个急需要整治，所以水到那边。可是呢，我们也知道生活面向就正如我们刚刚局长讲到的哈，在生活的这个底蕴，除了要有检讨过去那么多年来的再造发展，到今天的这个成绩是大家要的吗？在这成绩里面，只要去分析出好的跟坏的，因为我们总是要再努力的避免一件事情，好像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爱之也是足以害之嘛，哈，所以今天透过这样的场合，我们也把开放的机会听听现场的乡亲。这个计划它是必须要经过更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们的讨论。那这个计划它当然大部分的内容是其实在那个计划当中，其中已经有谈到，比如说鹿港溪的整治，然后南门户、北门户，或是说历史里道等等的，或是说像现场书记大哥的老屋修复的这一块，它其实也已经在动了。那应该是说民间其实本身就已经有足够的动能跟内容。那现在是透过说官方他现在向中央争取的经费下来之后，那如何透过一个机制去让民间的这些内容，它已经产生动能了？那跟官方所带来的资源能不能够充分的讨论？那这个如果能够充分讨论，其实是可以事半功倍的。因为其实民间本身就已经有在推动鹿港的很多，不管说老屋的修复，或者说那些一些都各有小基础了哈，基础应该被整合。好，谢谢你的意见。我想处长、局长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哈，还有乡亲朋友要发言是吗？请举手。是不是中间的这位？就是在这个国家历史风景区的计划当中，就是有一点就一直被提，就是鹿港就是一个博物馆，就是想要用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来带动街区的发展。但是在这几场说明会下来，我还是没有听到说，就是在规划方或是县政府这方面有要争取，就是公立博物馆的机构设置。而我讲的是机构设置，并不是说要盖一个博物馆，因为唯有那个公立博物馆的机构设置，才会有法定的组织编制跟预算，才能够长期推动。但是我在这方面，就是我一直想要问规划单位有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几场说明会下来，就是也是一直喊口号，就是说鹿港是个博物馆啊，城市博物馆啊，或者是产业博物馆，但是他们并没有具体的博物馆机构设置的计划说明。这是我的问题，谢谢。谢谢你的提问。那我们就要再来请教一下书记先生哦。书记，刚刚有几个乡亲提到说，他希望可以看到更具体内容，多一点讨论。那有一些人的声音是担心，这个计划会不会演变到最后变成开发取向？这大家的压力。你其实地方上意见，你经过整合又是听到什么？因为我算是住在鹿港200年的老鹿港人哈，不是我一个人活200岁，是整个家族上辈这样，一直没有离开这个鹿港。是。那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现在当然也是一个中年人20年前我们就开始关心鹿港的这个整个古迹
发展的这个脉络哈。是。那18年前我们也发动一个抢救日贸行的工作，这样。那20年来这件事情并没有被改善，尤其是在2012年的那个灯会龙年灯会以后，鹿港一跃变成一个知名的观光小镇，然后周边的这些商店啊都商家都挤进来鹿港要做观光这件事情。那在一个政府还没有一个完全的配套的情况之下，我们发现几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除了当年我们抢救的日贸行不小心被我们保护下来以外，这几年拆的老屋的速度非常的快啊。我们这几年可以发现，那个百川医院被拆掉，侯和发被拆掉，这个景星饼铺被拆掉，这个黄庆园被拆掉，还有新协成百货被拆掉。这些老房子，老房子不是你们最重视的资产吗？对，尤其是这个洪其生的故宅，一个清朝的这个秀才的这个可以作为纪念馆的这一个房子也被拆掉。那我们几乎是无力可以回天了哈。那我就觉得这个观光动能一旦发生以后，我们当然会觉得也是蛮可怕的，就是说。那我请教一下哈，这个计划我们刚刚听到很多的计划发展方向，观光也是少不了。是。那显然只会让这个观光更升级。效能更强，那这样讲起来，不就士卒以害之了吗？如果操作不好的话，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这个60亿的基金投入，我相信民间会诱发10倍的那个动能，所以这600亿的这个动能到底要怎么控制这个其实考验官方跟人民的智慧了哈。是这个计划喊出来之后，地方上的地价或者是房市的行情有涨了，然后有一些老屋的持有人他还不到文化古迹的定位，所以他可以把它转手，然后拆掉再盖新房，有这样的案例吗？这样案例已经不少了哈，已经不少了。对，已经不少了，因为鹿港国家历史风景区这个案名，光这个案名提出来哈，这个土地就涨2倍了。是。然后等这个计划落实以后，这个土地已经涨3倍了哈，真的是很考验。但是至少该抑制，要该重视哈。谢谢。这问题我立刻请教处长。这边大概会有2个问题，其实回过来这跟法令也有点关系。就是我们现在最重要在保护文化资产，是靠我们文化资产保存法。那这个法是中央定的。目前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法里面有棍子，没有萝卜。所以导致所有权人跟这些开发业者也好，或者是法令跟要保存跟想要开发人中间有很多冲突性。往力去倾倒。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案子在这个法令没有修之前，其实我们提出一些老屋修缮的计划，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诱因，奖励多做这样。但是这一个。回过来，我们的看法还是将来中央可能在修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上面，要更注意这一点。现在是一个民主社会，这些财产都属于民间的，你要把它框住，实际上你要去制造这个诱因。谢谢你，文彬局长，你的看法呢？公部门争取经费，或者说有一些预算下来，那个其实只是一个城市发展的一部分而已，不能完全仰赖。而这一座城市其实接下来要面对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发展底下，鹿港在地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那这也是我一直在讲说，20年前我们在推动城乡新风貌的时候，这20年来，其实我们必须要针对这样的一个建设重新做一个反思跟盘点，在这过程里面有什么是做对的，有什么是当初还没准备好，这中间犯的错误是什么？那我在日本看到的例子就是说，日本很多村町，他们争取成为这个市地这个国家公园或者什么。我曾经问过他们说那你们争取成为国家公园，会不会有外来的这些开发商要来买你们的土地啊，要来盖温泉旅社什么的？结果他们说不会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们的土地啊，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卖掉？是我们的民情跟共识要往那个方向去走。对，也就是说，当你一个村町，你一个小镇或者一个社区、一个村里，你没有形成这个共识的时候，那只是说我要争取这个经费，争取那个经费下来，那这个部分其实它会变成一种很快速的这个硬体上的破坏。那当你这个整个社区你形成了共识以后，你才有条件去谈说外来的开发商，不只是开发商，包括说有这些要做一些泡沫红茶或者做什么的这一些店家，我不是说泡沫红茶不能做，在思虑上大家要更有共识啦。就是说你能不能因为融合这个地方的地景、地物、人文环境，然后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或者比较跟当地比较融合。知道您的意思的，谢谢。
透过球总界分享，你发现到才提起个认同感嘛，认同感可能是千金不换的哈。只是这个认同感在过去的累积到今天来面对这样一个大的计划的时候，怎么样更凝聚？当然仰赖公部门的智慧，然后还有我们在地的年轻人要发挥出你们的力量。你先写滚哈，影片呢个继续来看，记到最重视个就是鹿港界老屋、鹿港的老屋这样的文化资产价值，可以在这个大计划里面怎么样被具体实践？影片准备。大家都准到出面台北嘅讨论现场，基本流量嘅搜查真紧非常安讲哦。两片系鹿港种花嘅鹿港，你就现对群动酱嘅方面，这个样片哦，都在鹿港有吉酱，嘅酱系用了打底你嘅保存。鹿港开始爱救的，这个时间已经到，阁无救袂完，免偌久，30年后你找无鹿港的味啊。行业鹿港的好味度，乃就可以到鹿福嘅，甚过也到鹿福嘅伫鹿港建了建设位，拆嘅拆，以为寒冬嘅房，不过有意点点咩伫个长久鹿福嘅。有一个阁楼，这个我们以前叫半楼啊，好，那这个是应该算是可以储藏货物的空间，或是老板办公的空间啊。一件鹿福嘅系技术基站嘅，其接触木柱嘅地土，决定其本地人用嘅来站，也系规划做人物环境教育中心。当然想想半夜冷车，其中嘅房当机会。有人讲卖草以后倒，发落来，让它坍塌；有些是说卖掉，那有些说不然把它重盖。从历史角度来看，这间厝是一个公共财，咱不是伫咱这代都给它堵掉，把它敲掉重建。这个就是鹿港，就是现在就是荒废着，残破不堪的老鹿港。不然这个东西就是继续烂下去就没了，就烂掉。设地区加强的技术机，转到鹿港过后，知道鹿福嘅就系采体嘅文化资产。记住讲，一张100栋嘅鹿福嘅，而本鹿港嘅鹿福嘅有新嘅符号。就是不断的开发这个老城市，那这个老城市的面貌其实很快就会消失，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更积极的方法来做这个保存。回来修100栋老屋，然后带领100个年轻人做一个100件创业的故事哈。一家团队已经有13年呢，用下来做一项任务。它其实老屋就像老人家嘛，希望这种状况会减少了，不然的话，最后也会只剩下几间特殊的房子留在这里而已。我觉得是应该需要被保留的。那现在年轻人外移的情况非常严重，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回来。就算技术机同其他团队当地嘅3萬嘅叫鹿福嘅，不過行嘅並唔也實際嘅屬土，如果鹿福嘅嘅居民行嘅當危險。老房子是宝，但是这个宝要留，目前现阶段看起来需要一些策略跟手段。那我们知道说鹿港啊，鹿港的热闹，其实过去的基础都已经很高叠了哈。我们看到其实这几年来鹿港的观光客不会少，这刚刚上半场大家一直在延续的一个重点，它的观光客不会少，所以接下来可以怎么再创造？是要创造观光客的人数吗？还是有其他的东西？今天我们的鹿港镇，我们的小镇镇长也来到现场了哈。其实。老屋的保护我们很重视，只是说这是观念上，刚才我们陈局长有讲过哈。我相信啊，只要我们这边能够发展，那老屋一定是最重要的一环啊。因为鹿港不只是一个名字，那之前我们还记得啊，以前在台南的安平国家历史风景区，他们也是用同样这个方式啊去申请30亿的经费，让到头来他们那些老屋都。几乎啦，差不多有2/3都拆掉。是哦，都拆掉。因为他们那时候哈，他们感觉说，这个国家历史风景区如果过的话，他们以后就不能再盖新房子，这是一个观念。所以先抢修，赶快来盖。对，所以前天我们那个之前的那个台南市的市长哈也有过来
讲他们当时候那种情况。他们现在台南的老街已经不像老街了，就是全部都是铁皮屋。啊，你会怕我们的鹿港镇也会变这样吗？不会，怎么？不会，我觉得我们鹿港我们鹿港人哈那一种水准非常的高哈。当然现在有几户，刚才我们有有几位贵宾有讲过，已经拆掉。但是像老街那个部分都已经有100-200年以上的一些房子他们现在还保留的非常的好。那我相信鹿港它的名字，包括鹿港国家历史风景区以后的愿景，就是把鹿港它所有的一些就现有的保留下来的，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然后把它去推广这样子。非常感谢我们的镇长，接下来继续努力你请坐。透过刚刚我们的影片，我们看到，其实鹿港古城之所以成为古城，丰富的多元文化内涵在于它庙多、古迹多、老屋多所以这样的一个资产很重要，但是。站在这个时机的当下，我们看到这个资产的消失速度是快的，但是碰到大计划的时候，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发挥实施的效益，保留住它的话，那是不是很可惜？那事实上要保留它，只靠计划、只靠钱有用吗？刚刚已经有一个小小的共识，就是认同感。书记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长条形是什么？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是1784年的老鹿港，我们都知道一府二鹿三艋甲。但是所谓的二鹿是怎么样的二鹿？就是1784年的二鹿，那时候是乾隆49年，鹿港跟汉江正式对渡的那一年，那时候的鹿港就是我们俗称的二鹿。那这个老鹿港现在不断的在长大，那据这个县政府有一个计划的案子，叫做鹿港都市更新的案子去研究，大概老鹿港的范围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范围以西以这个复兴南路，东以这个复兴路为主的这个范围，大概150公顷的老鹿港。其实现在如果你按照那个人口密度跟面积来计算，大概初估大概还有20栋的房子在2000栋的老房子在这边。2000栋哦，哇哦！但是呢。现在损坏的速度跟拆除的速度，1年大概50栋在拆除是，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改变那我现在请教站在现在时间点上，你觉得是说那个保存区的范围要大一点，房子才留得下来吗？还是说这个计划又可以跟这个什么有扣连呢？我的想法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办法扩大那个规模，让这个核心区真的是能被保护？当然，现在做法是必须要更细致啦因为。在民主的社会里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自由财产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老房子现在政府碰到了一个困难，就是说老房子如果政府用文化资产的方法来保护，或是用古迹保存区的保护方法，都是政府开公帑对，开公帑花公帑来保护的时候，后续的养护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是用老屋来养老屋的方法来做。先谢谢你，书记，请回座。刚刚在影片里面，他用自己的方式去实践活化老屋，其实很重要，就是在老房子里面有活动。房子就是要给人家住，住的那个房子才有内容，才有价值。我请教郭老师，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其实台湾的北中南东，只要稍微一点历史基础的都想要保存老街区啊，想要保存老房子。但是现在这个自由的社会，房子还是不脱使用的价值啦在您来看，怎么样协助在不管是建立居民的认同感也好，或者是实际的一些具体的手段，是可以提出来让这些东西留下来，而且留得有用处。因为规划案还没有完全的完成，在这里头，其实我们已经提出来，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一样，就是 Eco Museum 的想法，就生活环境博物馆。那就是在我们蛋黄区，那这个博物馆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虚拟的博物馆的一个机构，那个核心其实就在文武庙。我们是想利用文武庙的一些空的房间，作为我们这个博物馆的营运的中心。那这个营运中心里头，当然它会有固定的基本成员，包括一些馆长，还有一些推动刚才各位所说的各种细项的一些小单位在这里头。那我们很希望的是，我们鹿港的居民可以 involve 进来，例如在这个里头。文武庙它有一些空的空间，市区里头有很多空的空间，我们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各种活动的据点。
我们可以用的，例如我们常常说我们会有一个类似汉学的鹿港学，它的中心我们就想设在文武庙里头。那在这个地方，它可以有定时的，包括授课，包括这么大的草坪，对，大家可以发表表演活动。对，谢谢郭老师。郭老师讲到的重点在于活化那些据点。针对于这样的说法，还有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议题，在场的朋友们还有没有你们自己的想法，请举手。这位先生，季先生。我想中央既然也有想要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计划进来投注到鹿港，那事实上鹿港这几十年来也有很丰沛的民间的公民的力量哈。那我想刚刚已经谈到很多，就是像书记所这几年来带着一些年轻人在做老屋新力的工作。那除了书记之外，也有像书记喜事的这种独立书店，或者是像莱尔费克这样子的艺文空间的展览哈，那这些都是小的一些民间力量的一些发展。这个力量如果怎么跟中央的这个资源做对话跟整合哈，我想这个是需要去磨合的地方。而且这个资源分配也要特别的细致一点哈。是。好，谢谢。好，谢谢。另外请问哈，我请问现场有没有咱的鹿港囡仔？请举手，有没有意见要发表？这位先生。我想请问的就是说，关于这个问题，第一就是停车的问题。是。那停车是不是有没有办法用这个计划去想办法？另外就是大众交通的问题。那是不是用接驳，让更多不必开着车进来？那其实我另外还要建议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在讲交通，很多人都会讲说，那拉一条捷运进鹿港嘛。对鹿港是非常好的，可是实际上这种东西其实量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话，那是一个很浪费的行为，而且几乎是不可能。那是不是有办法说，用便捷的那个 shuttle bus 啊，或是就是时间延长晚一点？其实像现在我们一直有规划一些，像从高铁站或是从彰化市进鹿港，那其实。通常都是在大概晚上5、6点，观光客走了就没有了。那也要考虑在地生活的人。那其实这样子，我常常在讲晚上9点之后啊，鹿港有一个隐形的城门，就会把鹿港关住。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其实鹿港有不只是鹿港，甚至说鹿港周围的海线地区啊，你如果晚上要进来，你如果没有车子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是。那这不只是针对观光客，你针对在地的人、在地的学生要怎么回来？那你要多回来，多认识，才会有多的认同。谢谢这位年轻人，他提到了哈，这是很务实里面的问题，生活上的这个困扰，交通的问题。好，我再开放其他现场，你看到的鹿港又是什么样的状况？老实讲，像现在的冬天，高港风来的时阵，暗头就无人啊。是。鹿港敢若剩早时甲下晡时尔，甲暗差不多6点过，鹿港很像死城。我觉得好可怜。我们怎么样让鹿港怎么活络起来的话，就是晚上，我就希望政府方面可能要推一些才艺的，也希望有些活动，有一些晚间的活动。谢谢大姐。好，王先生，那你的看法呢？以刚刚在讨论老街，其实很多的商业都是过度的重复化。那其实我简单讲就是说，其实我本身是福兴人。那我在国中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到台北去念书。那当我再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也试图的以我是在地人，又好像是观光客的立场，走进了鹿港老街，走进了鹿港这个城市。但是我真的有一点点小小的感受，就是说，鹿港似乎如果我是一个游客的角度，当我去过鹿港很多台湾很多角落之后，再回到鹿港走过一次老街，似乎感觉有一点失落吗？失落哦，真的。因为觉得它并没有任何太多的元素让我觉得这是鹿港独一无二。那当然，这必须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才有办法重现的一个结果。是，所以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那我们怎么透过这次的机会，让它有办法去落实，或是让鹿港的老街，让很多台湾各个角落的人来到这里，会发现哇，这就是鹿港。是，回去之后他会告诉他很多朋友，值得去，那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大家慢慢去思考的。谢谢，谢谢你，请做在地的具体建议哦。针对交通那么重要公共设施基础，我现在请教处长之前，我先请教一下曾老师。老师，原来交通在整个无论是在文化休闲、文化观光上，
根本是最基础的问题呢。哈，老师，你听到地方乡亲的建议，那你觉得在这个计划上有什么应该更注意的点？是，我想这个交通混乱，或者是说造成居民不便，是观光发展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台湾的习惯就是车子习惯开到一个店门口，他不熟悉，那也不是在地人，他当然会想说比较熟悉的标的物，像刚刚有朋友讲的这个鹿港妈祖庙、天后宫，或是其他比较著名的地标，那当然会造成这个单一的时间聚集大量车辆。所以我想说，在我们的鹿港这部分呢，在交通接驳部分，比如说就采取我们的过去灯会做法。停到外来的游客去停到某一个固定停车场，那利用我们现在强调环保、绿色载具，比如说电动车辆，或者是大众运输工具，可以让游客进。但 U-Bike 的话，其实对老年人或是一些小朋友也是不方便，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你发展观光应该顾虑到所有人的一个需求。而不是说年轻人是喜欢骑 U-Bike 就一定要走 U-Bike 这个路线，但它有是加分，可是说我们要顾虑到，比如说行动不便的，你交通越不方便，它越不能出门。所以我想说，我们这个交通的一个配套措施确实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这个刚刚提到的深度的一个之旅，那我想说，在我们鹿港有很多的学校，比如说在地的国中、高中，甚至我们彰化县有很多的学校，那他对鹿港的想象是什么？我觉得年轻人也要有一个参与机会，因为这个鹿港是谁要来规划？那当地人的声音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要从小就灌输儿童这个乡土教育、环境教育的问题，也就是他从小认识到这个环境，他会喜欢这个环境。那也就是学校的部分呢，我觉得可以多参与这个部分。谢谢您的建议。交通问题，我就要立刻请处长来做回应喽。好，其实在这个案子里面，交通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尤其是对鹿港这样一个地区。那鹿港的交通会有这么大的复杂度，应该跟它的老城镇有关系。大家知道，它的老城镇基本上就是巷弄，巷弄里面停车场是很难去处理的。但实际上，镇区我们的统计大概有1000多个停车位，可是镇民的停车数量加上外来的，基本上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不可能解决交通这个事，完全没法接受。所以在概念上，其实跟刚刚几位提到的是类似的。我们希望把将来有机会的话，是要把观光客的车辆是要在外面，当然大众运输也是一个要改善的地方。台湾大众运输还不够普遍跟便利，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有提一些计划上去。那这个计划那天12月8号，贺陈部长、交通部贺陈部长，其实他有一些想法，他其实比较想从专业部分，包括大众运输一起来考量这个事。所以这个部分交通部应该会再择期下来跟我们对谈。那有一部分是县政府现在可以做的。其实我所知道的，我们公务处目前已经在推动所谓路边停车这件事，包括跟整个街道的一个规划。那这个部分将来也许市区的停车场，我们也许就开放给居民来使用。但是我们外围其实要设立转运站。其实我们鹿港还有一个，目前还有一个转机，过去的3轮车，那3轮车常常都会开到我们的巷弄里面，其实跟游客跟很多会有一点冲突。那目前法令已经通过。电动3轮车目前是可以上路，但它还有很多配套。也许将来这一块，我们电动3轮车的部分可以把它分为2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导览，那这个路线也必须要规划。另外一块，也许就可以利用这个电动3轮车，一方面它可以盈利，就是靠它来接驳我们的南鹿港跟北鹿港，甚至整个外环道，这个可以创造它的商机，也可以让他取得一个共赢的机会。谢谢处长。好，时间进行到这边，我再开放最后一次的现场，这位举手先生。好，当然我们台湾人在鹿港，在这种地方是很容易生活的。可是我透过很多背包客的角度来讲，其实鹿港对于他们来讲其实不太友善。我所谓的不太友善，不是人，而是像很多外国人来到鹿港，他们可能靠着他们的书，然后导览书去看。可是当他到了市场，可是他要吃东西，这就是个问题。比如说，假设说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作为比如说是图或者是英文翻译这种小吃的东西，国际友善环境要做出来。对对对，谢谢你很具体的建议。好，隔壁这位小姐你好。最了解老屋的就是老人，那我们把它串联起来，透过我们年轻人跟代间教育，就是老屋老人连接起来。那教育这边的鹿港的孩子，然后让他们知道鹿港的文化是什么，这是我们没有透过政府我们开始做的事情。那也希望就是可能各位在地的业者，或者是各位长官，或者我们从自己开始出发，那对鹿港也是一种希望。尤其是我们从年轻人身上看到，我们愿意返乡了，然后现在用一点点薪水、一点点的津贴来做这些付出，这样子。这位同学。
年轻人。但我在这边的想法是觉得说，其实我觉得。不管在谈任何的保存也好，我觉得我们都还是要像刚陈局长讲的，我们要从生活上面去切入。那什么是生活？我认为生活的一切都还是以产业为主。过去鹿港为什么会有鹿港？是因为有贸易的原因。那鹿港的港口贸易早就在19世纪就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知道说，其实鹿港在20世纪的时候发展出非常精彩的，像是以旧街区为主的木工工业。我们发现说，其实这样的产业它带动的是更多的地方就业，更多的地方的一些。空间、历史纹理的人文底蕴的一些长成这样子，那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计划底下，我们应该着重的是说，如何让这里的人能够在这里继续生活，产业，然后扩充生活这样哈。包括像刚提到的，像是不管是年轻人就业也好，或是旧的传统产业的复兴也好，我觉得如果以产业出发，从生活出发，再来思考观光、思考保存，我觉得或许是一个不一样的角度。谢谢。谢谢这位研究生该罗嘎尼拉哈。最后的结论，我就要请教我们的陈局长。刚刚好多的年轻朋友们都提到了一点哈，这个文化以生活为本，生活以产业为中心，这么大的计划哈，其实我们讲在鹿港小镇来讲，观光业者可能也不到1/10，其他的9%的鹿港人的生活品质，如何生活过得更美好，是不是才是这个计划的原点呢？那我们其实就是要透过这一次的这个鹿港国家历史风景区跟再造历史现场这样的一个计划，把传统的这种巷弄街道的这个生活文化给形塑起来。一旦地方上有这样生活文化的共识了以后，其实我们才有能力在自由市场里面去对抗不同的价格。因为当你有了价值观，你有了这座城市的价值观的时候，你就不会用价格的高低来作为你判断的取舍。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这个文化主体性的谈判权，必须要透过这一次再造历史现场的过程里面，把这样的公民意识重新再形塑起来。非常感谢陈局长哈，以上係到村民大會到鹿港界討論，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下個禮拜再見，再會。